咱来先祈祷。所以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今仔日过一摆来到伫你面前三角敬拜。感谢你伫大风雪以后赏赐阮好的天气。阮即个时阵要三角来想保罗先生教示关系仁爱、听的代志。愿你的圣神伫阮的中间，冲过老母的嘴，对阮讲话。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咱共款来做伙读即个，迄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搁读一遍。我说是公平甲比赛的缘故，若无仁爱，我就正做险的东西，但会流我。我说是做善事，免得各种的恶了，甲冤种的灾害。我说是有着标准的线。是外国的来之山，若无仁爱，我就袂算做什么。我说是所有的来之者，搁迄我的身躯有过少，若无仁爱，就我无得过利益。仁爱是老宽容，慈悲，仁爱是无怨毒，仁爱无夸大，无偏颇，无行见笑的事。无求家己的利益，无爱生气，无记得人的歹，无欢喜不义，是甲真理相甲欢喜。凡事忍受，凡事相信，凡事温柔，凡事不忍。仁爱永远袂过去。若是先天的节日会过，但因父要煞，灾害不会过。因为咱所知的完全，做善事也完全，完全如何？无完全的结果无。我做仁爱时，讲话亲像囡仔，性情亲像囡仔，意见亲像囡仔，已经成人就过袂囡仔的厝。因为咱家己行得快，无好灵。若是到迄时就长头对面，我当所知无完全，到迄时就知，亲像我有自知一样。现今所存的就是信、盼望、仁爱，这三项，其中最大的是仁爱。今仔日，咱要看第7节甲第8节这节道。我大概安尼甲看吼，今仔日咱看即个第7节甲第8节吼，保罗讲吼，仁爱会包容，对一切有信心，对一切有愿望，对一切有耐心，仁爱永远存在。这是新约的迄个圣经吼。保罗伫头前所讲的吼，关系仁爱的代志，咱伫过去2礼拜有讲哦。我感觉对第4节到第6节吼，伊所咧讲的仁爱是厚宽容、慈悲，仁爱无夸口、无偏颇、无骄傲，这个代志吼，是咱做一个有听的人应该做的代志，咱个人的代志。今仔日，保罗所伫讲的吼，是仁爱提出来用伫你的行动的内底。人有听的人，我顶礼拜有讲，仁爱袂做代志。而且所讲的仁爱是有仁爱的人，吼 ，people 是人伫行仁爱的代志，要安怎行仁爱的代志？我今仔日的题目吼，险甲号做吼，仁爱的抽考，还是小考，还是期中考？我险从这，因为我感觉咱普通在讲听，耶稣教是真侪听的代志。伊讲，咱都爱听上帝，尽心尽力尽力听上帝，听慈悲亲像家己。你敢无感觉？听上帝敢若较简单呢？听上帝吼，上帝真完全啦，
真好听。啊，老实讲，你听上帝，你若甲上帝安怎，上帝也袂甲你安怎。毋过要听厝边，要听人哦，真麻烦呢，敢毋是？伊遐讲的遐无仁爱无夸口无比方，这拢人的中间的代志，敢毋是？人家真复杂哦。保罗今仔日伫遮哦，我捌讲过哦，咱若将仁爱哦，甲放上帝，还是放耶稣落去，读着真顺啦。你会当讲耶稣会包容一切，耶稣对一切有信心，耶稣对一切有仰望，耶稣对一切有耐心，耶稣永远袂无去。这念着真顺。毋过若你放你的名落去，还是放啥人的名拢好，读落吼，读着怪怪吼，啊读着真歹势，敢毋是？总是我想。上帝会听，上帝会包容一切，上帝对一切有信心。这我这咱摕来换到咱要做一个有听、有上帝听伫咱的内面的人，咱爱安怎？我要今仔日要甲咱来三较详细吼。头先伊讲仁爱，吼，也是有仁爱的人。会包容一切，什么叫做包容一切？巴克勒翻做凡事忍受，这个包容一切甲忍受，英语吼或者 love bears all things，bear B-E-A-R，bear 是负担啦，负担，听负担一切。咱无可能负担一切，一定的代志吼。总是上帝是完全的听，上帝负担一切。这我咧准备这个时候，这个我动真久啦，因为我伫台，因为这个包容之字吼，咱的台湾话也是中文拢总讲包容，咱会当讲包容，总是英语的 bear 吼 ，bear 毋是干那包容尔。bear 是吼有包容的意思，总是有负担的意思。这有两个意思伫内底吼。哦，包容是啥？包容是真有量啦，真有量。阮细汉的时常常听人讲一句话，讲宰相的腹肚讲会当过船啊！恁捌听这个话无？迄就是真有度量啦。我常常伫想讲。台湾做总统这个人实在是真可怜啦，大家拢安尼哭哭骂哦，啊因哦，连袂当因哦，袂当因，拢无你毋捌看因总统咧因嘛？因爱有真度量，互人骂嘛甘愿互骂，迄叫做包容啦。但做一个总统，只敢敢若用安尼甲人咧伫遐咧相骂哦，人若甲骂，伊就共骂倒转去哦，迄真无体统，敢毋是？宰相的内底，迄会当讲度量啦。耶稣有迄款的包容，耶稣有迄款的包容。咱今仔日读彼得前书第2章，彼得讲耶稣互人骂袂回嘴，啊，互人伊拢无，伊顺服，啊，揭开家己。保罗吼，保罗伫写这，我有讲写互这张批，伊是写，伊是。哥林多教有真侪代志，啊，伊吼，伊中间的一项，你若去看第6，使徒行传第6，迄个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6节个第4节哦，保罗伫遮甲伊讲哦，伊咧讲，因咧哥林多教会内底信徒咧相告啦，信徒咧相告，保罗吼写甲足严诶，伊讲哦，恁实在真见笑，恁中间。兼真正无一个有智慧的人，通判断信徒中间的是非。过去吼，恁竟然有信徒过信徒，甚至过到无信的人面前。其实恁相告，表示恁已经输啦。恁兼毋宁可受冤枉，那
那唔宁可受吃亏。保罗甲因讲，恁敢袂当较包容咧？你受冤枉者，啊受吃亏一下，较包容咧者，莫安尼过来过去。保罗咧讲安尼啦，这是一款包容。我顶礼拜有讲吼，有人安尼真读书吼，那小可吸一下，就安气不不吼。保罗伫遮是甲人讲，伫教会内底吼，为着教会吼，有时啊你受人冤枉，有时啊你吃亏，为着教会吞忍一下，迄包容啦，迄包容啦。啊，搁一个包容哦，是 bear。保罗伫真济所在吼，伊有教示讲吼，恁着爱三共白同担。伫罗马第15章遐，伊讲吼，恁遮个信心坚强的人，应该甲信心软弱的人斗担同担，毋通求互家己欢喜。伫加勒太第六章第20节，着分担同担，安尼做才是伫实现基督的律法。伫以弗所第4章第2节，伊讲凡事谦卑温柔，忍耐应听，互相宽容，英语是互相 bear burden， 互相担同担。我拄仔讲伫中文的内底吼。要找一字拄仔会当讲度量好，啊，甲白同担，找无啦。上加是敢若讲包容啊，定。所以我伫要准备即个是准备甲，老实讲不遮艰苦。这伫遮咱会当反省的是啥？伫咱日常的生活内底，咱互人冤枉，你会当容忍到什么程度？迄是看你会听偌济。你看到一个艰苦人、需要人白同担，你会当甲你欢喜甲白同担无？这是试验咱的听。有一个人，伊的名叫做我甲写伫对，我看卖，叫做 Brad Metzner。我去 Google 看，我毋知影这是啥人。我去 Google 看，伊是伫 New York Times 咧写文章的人，真够写文章的人。伊讲一句话，互我知影保罗伫讲啥？伊讲吼，每一个人拢伫担一个袂当甲人讲的担，所以你无论对着什么人，伊讲 be kind， 较仁慈咧啦，都爱真仁慈对待人，因为你毋知影伊伫担什么同担。这对保罗讲的。我拄仔讲，伫中文的内底要找一字一句，还是来包含度量宽，啊，佮欢喜担同担，咱找无迄落字啊。所以包容，这包容是这个意思。凡事相信，老实讲，我感觉凡事相信这句吼，翻了较毋好啦。伊新约吼，对一切有信心，我想较好。凡事相信哦，你真快互骗去呢。这个时代诈骗集团遐济哦，你凡事相信，你包惨的。对一切有信心，你捌拄着迄个人，对一切拢无信心迄个人无？因看到代志吼，拢无法度通相信。譬如人该做，人该替因做一项代志。伊一定爱想讲，你安尼是后壁有啥物动机啊？无？有即个人呢，你对伊好，伊拢想讲，你是安怎对我遐尼好？无要相信你啊！拄着即个人真艰苦呢。我想因家己嘛真艰苦，敢毋是安尼？有迄个人哦，拄着人哦。人做的代志，拢对歹的方面去甲人想，这无可能做好代志。未前未就要甲人判断讲这项代志是安怎，对毋对？我读法律吼，刑法吼，
英美法内底有，咱的法律内底嘛有。英美法叫做吼 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 中文叫做吼无罪推定论。无罪，一个人吼，你看新闻的时候，迄个人去警察抓着吼，新闻拢写讲嫌犯有无？拢写嫌犯，是安怎嫌犯？也未判决，伊毋是犯人，伊无罪，这就是刑法有一个真要紧的法则，就是一个人犯罪，一个人有做毋对，你就是抓着伊武器伫遐，伊嘛是还阁嫌疑啦，对啊，嫌疑，一直到证据拢来判决，伊才是罪人。这总是真侪人吼，咱新闻定咧看，未审先判。看到来，伊的头壳底就是啊，你就是安尼啦，啊，你无可能会做好代志。对一切有疼心的人，对一切有信心，袂用这款眼光去看人。我想要讲安尼是较简单啦。伫圣经的内底吼，咱看见耶稣对人相信人。你会记得伫约翰第8章有一个行奸淫的妇人人，互人抓着，因拖来耶稣遐，甲耶稣讲，这个妇人人伫行奸淫的时，啊，互抓着，啊，要用石头甲钉。咱知影迄个故事，哦，啊，耶稣，圣经有写讲，耶稣听遐人伫告迄个妇人人了，伊跪落去涂骹伫写字。写啥的，咱毋知无讲，圣经无讲。有一个，我的朋友是女的牧师啦，查某牧师拢即个较敏感。伊讲吼，耶稣伫涂骹咧写啥？你知影？耶稣伫涂骹上 ，Where is the man？ 你讲即个妇人人行奸淫，互抓着，啊，伊家己一个是安怎行奸淫？啊，人伫对，查某伫对 ，Where is the man？这是讲笑的啦吼，我毋知影耶稣写啥啦，这是事实是安尼呢，咱若敢若掠查某来呢，吼。但耶稣甲因讲，恁无罪的人会使甲钉石头，啊，逐个拢石头放落，拢转去。迄个了后，耶稣徛起来，看到迄个妇人人，啊，遮个人伊讲因拢走啊无。耶稣甲即个妇人人讲，我嘛无要甲你定罪，你通去。对打起，毋通阁犯罪。耶稣相信伊呢，耶稣相信伊，叫伊毋通阁犯罪。搁落去约翰第9章，搁有一个代志，拄啊颠倒边，一个青面人叫耶稣甲伊，耶稣摕土粉啊配喙烂，啊甲糊在伊的目睭，啊叫伊去洗落爱滴洗，啊伊目睭有看。迄个人对出事就青眉，坐伫圣殿，当时伫遐咧讨钱，耶稣去遐甲医好。这个人目睭有看见了后，转来圣殿，甲大家讲是耶稣甲医好。一寡法利赛人听甲足气的，又阁是这个耶稣，因去问这个人：你敢有影青眉？啊！我逐日伫遮坐咧讨钱，你若毋是捌看啊？啥物我有看？因毋信，叫因爸母来问讲：恁囝敢有影对出事就青眉？例如有即个人呢，伊毋信就是毋信，伊毋信就是毋信。这拄啊，真极端颠倒边的。耶稣相信人，有听的人袂真快臆断人，至少会尊重无罪推论这个代志。无罪推论的代志吼，是袂使你迄个人也未证明以前，你爱相信。但搁落去吼。凡事妄妄，对一切有妄妄。什么时阵爱妄妄？
失望的时才会忘啊。人会互咱失望啊，人会互咱失望啊。譬如讲有一个人，我拄仔讲的无罪推论，你信伊讲你无代志，你无罪好，你真正呢？毋过证据拢出来时，这个人有罪，你会失望。检测有些人，检测伊甲你骗，还是伊甲你出卖，你互人骗到互人出卖是足艰苦的，足歹的代志。你失望，你对这个人失望。保罗讲，虽望是失望，犹阁会肯毋忘。这无简单呢。你甲想个，人甲你骗，已经互你掠着啊，你要阁来毋忘，要哪毋忘？总是保罗讲，有听的人对一切有毋忘。我敢若捌讲这个故事互恁听，这是我拄仔牧会吼，伫阿伯达牧会时，我教会一个长老，因囝吼，迄天下就啊，去作乱的啦，啊不时互警察掠去，啊警察若甲掠去吼，伊就去甲报出来，袂使后摆袂使哦，搁去，嘛搁甲报出来。阮伫教会内底看伊安尼吼，真体贴伊，啊嘛感觉讲，啊恁哪会安尼啦？啊你逐摆去甲报出来，啊再甲讲后摆袂使安尼，伊嘛搁安尼，伊一摆搁一摆。我迄阵啊拄仔去做牧师吼，言语还搁无啥晓讲，我拢毋敢去共讲，我点点个看，我嘛毋知影。啊，我甲一寡长老咧讲话时，逐个拢会讲啦。啊，有一日一个长老甲我讲啊，我讲又去甲迄个长老讲啦。讲你安尼吼，逐摆因若安尼，你著去甲报出来，你安报出来。伊甲伊讲啥呢？即个长老甲我迄个老爸讲吼，迄若是阮囝，我袂安尼做啦。你知影迄个长老因安怎无？若恁囝我安尼袂做啦。若恁囝我安尼袂做啦。伊嘛知影一摆搁一摆去甲报出来，这无路用，伊犹阁有毋忘啦。你会当讲你这戆爸母，你会当讲你生囝，你袂死心，你拢会当甲讲，伊犹阁肯毋忘，这是第一宝贝的所在呢。这是第一宝贝的所在。听，明明知影，犹阁肯毋忘。圣经内底有耶稣会毋忘这甲彼得的代志吼。伫晚餐的时，伫食饭食了，这是耶稣伫有言彼得的3摆毋认伊。伫路加第22章第31节到34节，我读互恁听吼。耶稣佫讲：西门，撒旦已经对上帝要求，要亲像半麦仔安尼甲恁拌。不过我为着你祈祷，互你无失去信心。你回头转来了后，就坚固你的兄弟的信心。彼得因为讲：主啊，我已经准备便便，要甲你坐监，要甲你做伙死。耶稣甲伊讲：彼得，我甲你讲，今仔日解题以前，你会3摆毋认我。伊明明知影彼得会3摆毋认伊，伊阁甲伊讲：你回头了后，就坚固你的兄弟的信心。你看耶稣囥偌大仰望，你看耶稣对彼得的仰望。约翰21章过完了，因伫海边啊，咱嘛拢知影迄个故事。耶稣问彼得，彼得3摆毋认耶稣，耶稣3摆问伊，彼得，你有听我？我相信彼得伫遐吼，一定，迄保罗讲吼，用好报歹吼，是亲像用火炭去放伫人的头壳顶。迄彼得迄底下一定感觉好，耶稣
上尾啊，该叫伊倒爱饲野羊了，来对我，甲彼得讲来对我，3摆毋认伊，伊拢无计较，伊对彼得也有信心。过来是对一切有耐心，这个耐心吼，英语叫做 endurance，endurance 是吞忍，毋是吞忍尔啦，吞忍佫用用气力甲赢过迄个歹势力啦吼。这伊保罗伫遮用的是一字迄落军事用的话啦。我这是看注解的，我希腊文袂记了啊吼。迄个注解是讲，伊伫遮用迄个军事的用语，军事的用语是迄个意思是一个军队伫互人拍，人伫甲伊拍甲真厉害，因拢总无投降。啊，毋是干那坐在遐吞忍，干那吞忍安尼，就干坐在遐久在人拍就吞忍。伊这个毋是伊的吞忍以外，伊阁想办法要较赢，迄款的，用迄款字啦。所以这字是真有意思的字啦，真有意思的字。伊是吞忍以外，阁想要较赢。我伫准备这时候，我拄仔伫准备查经，咱的查经，阮伫讲阿伯拉罕。啊，阮2礼拜前讲阿伯拉罕，啊，顶礼拜讲到哈甲甲迄个甲撒拉，迄嘛是阿伯拉罕的家庭。阮细汉的时就听阿伯拉罕的故事吼，老实讲，听敢若听遐个故事，我拢真熟真熟。我是到即马。去读，真正去读遐个，读较详细哦。读林医师迄本册了，去读阿伯拉罕的故事，读较详细。我才知影讲，迄古早的人的家庭真正灰高高呢，因的婚姻真正灰高高呢。即礼拜咱特别讲以撒甲利百加嘛同款啦。我目睭看会到咱的中间哦，我知影看会到恁的婚姻。不止啊厉害啊！迄个英语即个吞忍吼，做 endure all things。伊讲听 endures all things，endure 毋是干那吞忍，互人讲啦，对啊，是个安尼积极要拼安尼。婚姻吼，婚姻爱真吞忍嘛，爱真拼的。我安尼看会到吼，咱大家拢过关啊啦。总是吼，我伫做牧师中间，甲真侪人下婚。啊，英语的迄个誓约吼，恁大家若去捌去参加迄个婚礼，恁就知影英语的种会讲牧师甲念吼，迄个新郎甲新娘对 ，for better for worse, for richer for poor, in sickness and in health.Till death do us part。恁知影即句无？意思是讲，无论好嘢无论好也是歹啦，吼，无论好嘢也是善良啦，无论破病也是健康啦，一直到死甲咱分开以外。即摆有一个查某囡仔，我要甲我教会长老的囝，查某囝来甲我讲，你敢会当改迄句 for better for worse for richer till death do us part？我甲想讲，因这有个人结婚哦，无爱用迄是 death， 死无爱用。我讲会使，我会使甲你改，我会使甲你改讲吼，对 death 改做吼 ，as long as we shall live， 就咱活的中间吼，for better for worse 安尼。伊讲我毋是，我毋是要你改这个，我无理安那，因你敢会当改吼？ Till there is no love in between us。讲哦，到当时，到哦，咱的中间无相听啦，安尼。我真正会问一个，我毋知影要安怎应来有一寡。我想啊，你还未结婚就想要离婚啊？哪有咱安尼？我当然袂使改啊！
我真感谢上帝，我迄阵啊甲伊讲，我咧讲，听这项物件吼，毋是恁结婚的时候，上帝摕一包互你讲，这个听是恁的，欠欠啊用啊，啊若用了就是要离婚啊吼，无即落代志。我甲伊讲听，恁爱 endure， 互相吞忍，恁爱 build， 恁爱建立恁的听。毋是这个听用了啊，就要来离婚啊，无即落代志。即摆毋知有离婚啊，无我毋知啦，拢无联络啊。我感觉真侪人是安尼呢，西约敢若 for better，for richer， 甲 in health， 因无想讲婚姻有迄个 worse，poor， 啊个 sickness。我拄仔讲，咱到遮，咱大家拢过关啊，总是认为还阁一项在等咱啊，年老呢，年老嘛是爱 endure， 你敢知？年老嘛爱 endure 呢。我有一个朋友甲我讲真趣味，英语有一个字叫做 thrill 吼 ，thrill thrill 是真兴奋啦吼。啊，佫一字叫做药丸啊，做 pill pill 吼，两字上后壁拢 ill。伊讲吼，少年的是 thrill 吼，啊老来的时吼较无 thrill， 毋过 pill 会变较济啦。迄种后壁拢 ill， 无像永摆遐尼啊，安尼拍拍走啊，身躯歹，过去拢药丸啊了，互相嘛爱 endure。这是现实，感谢上帝，互咱到这个程度。教会嘛同款的，教会嘛同款的。咱伫教会内底讲，咱是兄弟姊妹。我咧讲，兄弟姊妹袂当敬，你知毋知啊？我袂当敬阮啥人做阮小弟呢？阮爸母我袂当敬，阮小弟、阮小妹我嘛袂当敬。你若兄弟啊，拢真好，容易。有个人兄弟啊嘛头壳真疼呢。教会若兄弟姊妹嘛会安尼啦，嘛会安尼啦。我2礼拜前去参加一个 workshop， 是 Zoom 的 workshop。迄时候2、3礼拜，差不多1个月前，放伫迄个教会的迄个 website。因要创这个 Zoom， 是要为着一寡大迄个小会议长啦，无牧师的教会吼，拢有派小会议长。即马吼牧师愈来愈少，真侪教会财力无法度通请牧师，所以逐个中会毋是干那咱免苦尔，逐个中会的牧师。大半拢在做小会议长，大家分甲足快。我有去参加这，我听到一寡长老，因无牧师，是长老听到这个，我上伊来上网来看。因在讲因的东部啊，实际上东部，伊讲阮的小会议长离阮遮塞车要2点半钟才到。差不多无时间通来看完成我，因毋知影啥物会使做，啥物袂使做，总是因来参加迄真吞忍的，为着听教会，庄脚的教会无几个人，小会议长带遐尼远，袂当来照顾因，因不得不都爱家己想办法，迄嘛是吞忍的。我参加迄个 workshop 了吼，我感觉咱的教会袂歹，你敢知影？比较起来袂歹。因讲吼，照统计吼，即卖个礼拜人数吼，若有pandemic以前的1/3，就算真好啊。咱有啦。遮会当安尼。
什么人的功劳？上帝恩典以外吼，教会关起来中间吼，这长老的拍拼，咱毋通袂记得呢。这长老的吞忍，这长老的 endurance， 因伫迄个有耐心，毋是耐心，毋是干那拢无叮当，有忍耐，阁有迄个心，才最要紧啦。耐心，咱的教会不加袂歹啊！我毋是讲咱会当自满啦，我毋是这个意思。其实加拿大长老教会，全国的加拿大长老教会，除了大都市较大间的以外，真侪庄脚的教会，拢总靠耐心得过，靠 endurance 得过。上路尾，伊讲仁爱永远存在，仁爱永远存在吼。老实讲，即句话烦了，当然这是正面啦，仁爱永远存在。巴克咧反是反讲仁爱永远袂无去，永远袂无去。即个永远袂无去吼。较我希腊文的原文，英语喊做 "Love never fails"， 听永远袂失败，听永远啊！你 fails 失败之字吼，again 保罗用字真特别的字，这字是吼，得讲吼花真水的花吼，啊花恁知影？你加起来的花是国快写，国真快就写。准部加起来的花，到有一个时阵嘛会写。写了吼，迄花安尼一花瓣啦，迄花瓣台湾人毋知要安怎讲。迄个花瓣吼，一条一条会落落来。迄个落落来，迄个就是伊所用的 fail， 落落来涂骹。伊用这字的意思是吼。伊用字伊是见过，保罗真正是见过。所有世间的物件，拢总会像花谢去的时，迄个水的花会一片一片会落落来，总是仁爱，听永远袂安尼，听永远袂安尼。我拄仔讲的吼。爱包容，爱有信心，爱有愿望，爱有耐心，这个真要紧。总是有一日吼，咱目睭若客去吼，这个拢无需要。总是上帝听，要告甲咱伫地，这是咱基督徒的愿望，敢是？咱相信，咱要回去上帝遐，上帝听，袂亲像花落去。上帝听，还阁伫遐，还阁伫个，是安怎听会安尼？真简单，因为上帝是听，哪有听，哪有上帝都听，绝对袂无去。仁爱永远存在，仁爱永远袂无去。这句话是保罗徛伫信仰的立场，对上帝的信靠的一个宣告。伊相信上帝，伊相信上帝会听。诗篇139篇，迄个作者伊写安尼讲吼，伊甲上帝讲，去倒位？我才会当逃避你，走到倒位，我才会当逃闪你。我若爬上天，你伫遐；我若落阴府，你嘛伫遐；我若天色飞去日出迄边，还是歇伫日落这边，就若伫遐，你的手嘛要扶持我。
上帝听的手不时地扶持咱。保罗在讲上帝听，仁爱永远存在，仁爱永远袂无去。过落去到即章的落尾，保罗会阁做一寡比较，听甲一寡代志的比较。咱后礼拜才来要讲迄，咱来参加祈祷。特别是感谢你，互阮通过保罗先生的话，你的圣神的指示，互伊写出遮尔水、遮尔要紧的真理。阮感谢你，阮知你是完全，你的听是完全，阮无完全，因为阮本来就无完全。总是阮至少对你的圣神的启示，互保罗留遮尔好的教示互阮，求你帮助阮，互阮会晓包容，互阮有信心，互阮有愿望，互阮有耐心，互阮无放弃阮对你的信。阮今仔日特别开阮的年度的好会，来反省阮过去一年所做的事工，计划要来一年阮所要做的一切。主，阮恳求你的圣神甲阮三甲伫地，阮的讨论，阮的想法，拢总会为着你的国，为着你的教会来做。求你的圣神引带阮，祈祷奉耶稣的名。